同乡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国民党总统初选得到44.8%的高支持度。第二天咧，大家就小地问讲哦，到底这个党内要安怎整合啦？总统大选这个问题哦，已经是以国民党总统准参选人伊所要面对的。为着讲咧，要甲这个市政有区分。若是见摆咧，拄到选举的问题，伊讲哦，要改用书面的方式来回答。不过咧，济高雄市民就想要问啊，即阵你要来选总统，对高雄市民市政敢有公平啦？市长做无一档，高雄市民这个市议会哦，民进党团佮要求讲，爱甲这个高雄市长幸福高雄市民。韩国瑜这个无代表讲半句话。对着这个国民党总统初选的这个结果，伫外交访问的蔡总统嘛半天恭喜着韩国瑜，当然嘛表明讲总统的职务也做好，明年大选伊有信心。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你做回来讨论。韩国瑜已经是国民党总统准参选人，对高雄市、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未来拢有真侪影响。今日咱节目顶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要来参与讨论。第一位咱邀请到国民党前发言人吴文琪，文琪你好。你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民进党前联部主任严玉峰。阿明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亲民党组织部的主任张锡文。阿明好，大家好。第四，咱们邀请到时代力量发言人陈志明，志明你好。阿明好，大家好。首先，咱们请教这文琪兄。现主是咱看到这个情势，44.81%，这么高的支持度，不过党内整合要安怎进行？我想讲，这个问题对于韩国瑜来讲，其实我感觉伊只应该比照讲蔡英文总统讲的，就是谦卑、谦卑再谦卑。我感觉就是伊能够带出真正的。诚意，更较诚意，然后过来第二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就是我感觉伊党内整合，他把各个粉丝怎么样去做一个调配。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感觉讲伊伫初选的时阵，对于这个初选这5个人，他们提出的很多的这个政策，其实有不管是讲0到6岁或是一些不错的东西，我感觉伊就是开始爱思考怎么样做一个有效有机。能够的融合，是这个部分，我感觉是伊即马可以开始爱去思考，因为我看伊第一摆拢伫迄个昨个记者会结束了后，伊就随紧赶去看迄个朱立伦市长，我感觉上无，我看到伊的第一摆这个表现，我感觉会使互伊个正面正面的一个肯定啦吼，我感觉讲过来就是讲，这未来到7月28号的国民党的全代会召开之前。我感觉这个关键的这个2个礼拜内，伊若法度会使真正做出一寡成绩吼，把这5个人按来又好，我感觉其实对韩国瑜来讲，伊的机会佫是真大，所以所有的问题佫是伫韩国瑜本身伊的表现，到底伊安怎做出来，互人大家感觉讲，伊确实是一个得到大家会使信任，还是讲大家会使互伊一个期待的一个候选人，因为我想讲，对于去年的意事的这个。民进党9合1的这个选举，我想全台湾的民众一定互蔡英文一个较明显的讯号，就是讲，不管是伊的国政吼，还是外交啊、经济，其实台湾人民一定真正记载袂掉啊。所以我感觉期待讲韩国瑜伊若是有法度甲伊一寡我头讲的，第一就是党内过来就是伊的甲这5个人好的政策。大家做一个参考，我感觉这对伊来讲，即摆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是，有影诚意，搁诚意。不过高雄市民都要问啊，这个代级参选，这个敢有通？咱来看一下，伊下载是安怎回应。韩国瑜同志。国民党初选结果出来，过港高雄市长韩国瑜第一个行程就是市政会议。不过原本10点的会，伊慢了半点外钟才到。韩国瑜解释是去参加3场公祭。面对着初选胜利，伊当时要约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见面，韩国瑜无回应。不过讲为着要分别市政甲国政，未来国政还有总统大选的问题，拢敢来用书面来回答。所有类似国政的问题，要请各位能够了解，我们用书面答复。那大家问我的任何问题，关于市政问题，我很乐意
来口头跟大家的报告。韩国瑜讲，选战反对部署，还有副手的名单拢未直接回应。不过，民进党高雄市议会党团暂时搁再一届开记者会，爱韩国瑜赶紧辞职，合的代志来参选，影响到市政的品质，还有市民的权益。近60%的高雄市民更反对他代职参选总统，所以在这边呼吁，请韩国瑜把高雄市长还给高雄市民。不管是支持者或者反对者，基于理性、健康的批判都能接受。洪文哲要求市级市长的问题，韩国瑜无正面来回答。不过，伊讲家己的态度就是尊重各种的声音。若是高雄市政，伊讲伊也是市长，袂离开高雄。不过，敢有接棒的人选，亲像是立委许淑华等人，伊则是无回答。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权高雄报道。咱讲到这个代职参选哦，有6成的这个高雄市民讲爱甲这个高雄市长幸福高雄人。文琪兄，你安怎看？其实我是感觉讲，因为政治的问题原本就足复杂的啦吼。我定咧讲一件代志吼，爱做比较。韩国瑜伊若是爱辞职的话吼，我讲我讲较坦白咧，各位你看进前的赖清德，吼进前的陈菊，伊嘛是做到一半就走啊。所以我讲，这个决定佫是伫台湾人民、伫高雄市民伊的看法，但重点是伫倒位咧？伊确实伊只上任，伊无甲一当嘛，所以我感觉伊上重点的2件代志，第一，伊的未来就讲，伊甲伊参选的甲就是明年的总统大选，伊要安怎甲伊的市政的绩效真正做出来，互大家看。第二，伊要证明一件代志，我感觉对伊来讲，因为高雄市民感觉讲，啊，你拢对你无爱高雄啊，你到底拢是为着权利，所以伊一定爱甲讲，伊即马伫高雄拄着的问题到底是啥物？因为咱之前看来讲，天高的一寡问题，不管是公文的这个流程，还是讲伊迄个钱安怎用，我感觉伊爱互大家知影讲，伊伫高雄安怎拼讲清淤啦、地下下水道啊，但是真正啊，中央政府比较讲进前的这个马政府的时阵呢，张善政院长，伊是安怎斗相共，陈菊安怎斗相共偌清的，是伊想要做代志，但是真正就许咱即马的蔡政府小可白条咧，我感觉伊若法度甲遮个物件讲个清楚，佮有甲伊的市政的这个绩效做出来的话，我感觉其实若要高雄好，就伊讲的，高雄要好，台湾好，台湾好，高雄较会好，因为你会发现讲足侪政策，你若是要推行，一定是中央政府甲地方政府2个爱2合一。但是咱即马看就是讲，因大家拢咧消遣韩国瑜啊，大家甲修理啊。但是我感觉坦白讲啦，当然韩国瑜伊家己的问题爱解决，但是咱即马看到的，我感觉韩国瑜若法度甲这2件代志讲个清楚，我相信高雄市民、台湾人民，我感觉互伊一个机会，啊无我讲较粗鲁的吼。蔡英文政府伫去年我头讲的意义思，看甲遮清楚安尼，我拢也未讲到中共代理人法、国安无法、鸟笼公投，所以我感觉吼，韩国瑜即摆爱做的就是讲，伊迄个先困，我头一定讲伊的诚意，伊若法度展现出来的话，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伊会使甲伊的这个国政大政方针讲个清楚的话，台湾人民应该会使互伊一届的机会啊。是，毋过讲到诚意，其实韩国瑜真正展现伊足侪诚意伫每一个方面。咱要来问到这个玉峰，其实咱会当看到这回哦，6成的这个民众，高雄市民也好，啊，其实真侪人讲甲市长行动去，佮有罢免的这个声出来啊。你安怎看？其实我是感觉讲。韩国瑜伫咧这做市长的时间啊，这半年的中间，头早文琪遐有讲到讲啊，应该展现出诚意，然后互高雄的市民看到讲伊要为市政的努力。啊，毋过你看起来提出来的事情，跟有伊进前伊拿出的一些提出的一些牛肉方案啊，这些去年的政绩，应该说去年的政见拢还未落实。那你即马半年了，你讲一句话讲迄10条内底无法度做，什么迪士尼啦这些等等没办法做，无要紧。毋过你讲天高的这个代志，会记你进前有讲过讲公文还未出，迄5300万要去申请嘛，对不对？是。结果是公文没有出那时候那个新闻局长讲什么？伊就讲因为市政的会议伫咧拜一，所以爱等一礼拜阿峰家己之前做过市议员，拢知影讲，若讲有足着急的市政的问题的时阵，其实副市长无伫咧，毋过副市长嘛有伫咧时阵，会当召开紧急会议。是。副市长嘛会当
各个局处的人，我们及时召开紧急会议，讲这公文什么时阵要出？较紧出。即马因为中政府行政院已经甲迄公文来佫甲伊讲钱拢款好啊，会当来领吼，插你一个公文。其实若讲有看到讲天高咧，感觉讲天高咧接着急的时阵。伊应该可以随时召开紧急会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大家看到讲市长伫这个诚意上面跟了解市政上面来讲，完全其实不太知道，包含你的2倍金，有用还是无用？今嘛中政府给你的钱，你今嘛口袋800多万，你用了多少还不知道？那其实在还有很多的预备金都可以使用。毋过看无，你一定讲，毋过拍韩国瑜的面的弄像是因家己的高雄市政府啦。是。对，伊家己讲，了伊的高雄市政府说公文今仔日下晡下班进前已经出啦，结果是已经伊讲的时阵还没出嘛。所以其实，在打脸韩国瑜的人其实是高雄市政府。那你对于高雄市政的了解，大家看到干呢，好像你不了解。不关心，毋过看到拢是啥？你假日的时阵，我唔是讲假日你袂使讲去做事，毋过你假日的时阵拢去到处走。然后登革热的部分，现在疫情的控制，我们也不希望高雄在10月爆发的时候，天高咧会爆，因为会拖开，因为10月是爆发期，我们不希望讲高雄伫10月的时阵拖开。毋过今嘛看到的就是，你到底？一直喊话说高雄市我要为高雄做代志安怎？还有一个代志，第二个就是，礼拜一他去不是北上请假吗？嘛是甲市政会议请假啊，因为拜一拢是开市政会议嘛。我感觉讲，若讲你真正是为着高雄市民，然后我嘛是爱建设高雄市民，不会怠惰高雄市政的话，其实你伫高雄开记者会嘛会使啊。对不？你无一定要去到党中央啊，你不一定要到北上请假，甚至迄天的下晡下午，因为你请假，伊下晡搁去中天录专访，你互人感觉讲，若讲你真正像你讲的，我参选总统，毋过我的高雄的市政不会怠惰，我一样照样落实，一样照样走，大家感受不到。那而且你可以把临时的行程全部都推开，为着就是爱去到台北，然后党中央去让大家就是说好像要欢为他掌声，公益赢得了44%的一个初选的大胜嘛。第三个看到讲你真正是做总统有准备好吗？美联社直接问他说对于国防外交你今麦有啥物看法？因为伊讲有的人国民党就得人讲伊还未准备，毋过爱用书面。其实在进行的国政会议上面来国政愿景的时候，伊拢讲过，基本的论调其实不会变。其实你也当先说基本论调，而不是说我书面再回答，然后就不回答了。是。所以这个上面来讲，大家对于市政市政的问题，这半年看袂到讲你有用心，你有想要了解。紧急的代志，你拢家先放伫后壁，就是市政那个淹水的部分啊，天高类的部分啊，感觉拢是放伫第2个、第3位，第1位是啥？选总统。若讲你真正要选总统，总统的最大的那个工作是国防外交。人咧美联社、国际泱泱大社，甲你问一个你可以回答你的基本论调的时候，你讲你不爱回答，不是讲重不重视啦。毋过你核心价值、核心理念就是讲血浓于水，你浓我浓，你嘛会使讲这啊，拢会使啊。之后我在书面也可以啊。毋过你无回答，就互国际的这些记者看起来就说，你是有准备还是无准备？你感觉讲我来这场这场记者会，刚刚好像只是论调说让大家来欢迎我跟歌颂我这样子的感觉，那一个市长市政不了解不用心，那当总统的时候，第一时间你没办法回答最基本的论调，而且总统上重要来讲慷慨就是国防外交，你都回答不出来，所以咱先请教到文基遐啦，对着这个玉峰的这个论点。当然，其实我的立场，我一听我讲，这就是民进党上厉害的所在，就是乌龙水道。为啥我安尼讲？我就讲。
总统上重要，两岸国防外交，两岸咱就边讲，伊讲要维持现状，现在有维持现状吗？断交了5国，我若方他讲，我拢袂使讲。我就以他提美联社，我觉得各位记不记得《外交周刊》我们的黄信幕僚出口转内销这种东西，我觉得都边讲，迄东西是一个技术性的操作。我即摆要甲大家报告，他拢讲到天高咧，各位你会记得，冲安怎讲？冲讲，市长你咧做呢？啊，这里我咧担，听起来有道理对无？若是讲伊的道理会通的话，逻辑会通的话，我赞成啊。但是我大家请教咱观众朋友，请教一件代志。当局伫迄个气爆案的时候发生时，伊伫高雄，民进党已经伫高雄执政20-30年啊，涂骹内底台的迄个中油的管线错综复杂，啊，迄人出代志就讲，迄拢是前朝国民党台的，啊，你这20-30年你是困去啊，嘿，你怎么这个时阵你就爱韩国瑜，你爱负责任？然后残局的气爆，就你讲无，迄是国民党的标准不一样，包含他说连一粒棒啊，你就拢处理袂好的时阵，你不要来插。问题你看台南发生的时阵是安怎？啊，公文的流程我爱甲大家报告，千万莫去人误导。你要看卫生署、卫福部安怎要求，还得高雄市政府，一共你还有6项代数，还要你补充资料，还要做些什么？第2预备金，你看韩国有就是提前，咱讲迄个地下的下水道。所以我要讲，咱讲一件代志，你有一个爱民如子，看一件代志就知影。各位，那火烧厝的时阵，消防局讲，你门也未来呢，啊，你也未敲电话呢。你看到洪台的时阵，也未发生的时阵，咱进前马政府就派国军讲，爱先去互大家看会到。你看中国猪瘟发生的时阵，苏贞昌讲哦，咱一定爱先甲 X 光机啥拢先瞧好。所以你看伊讲，我无看到公文，问题了解公文，真正伫公务机关的人，就知影讲，迄个公文流程，为啥大家拢感觉讲公务机关这个人小小屁屁、咕咕摸摸，有些足讨厌甲这人打交道，就是迄是一板一眼。所以我觉得苏贞昌冲，伫这个所在用一寡大家唔知影甲公家机关咧交流的时阵，迄个手路，我甲大家不入流。所以我唔才讲这是乌龙蛇道。你若是了解所有的物件，我就讲道理足简单呢，唔是讲你即马凊彩讲的呢。所以我感觉吼，咱讲政治爱有一个良心，爱标准共款。我感觉安尼个话叫做说服别人。是，不过现主席咱要来看到韩国瑜，伊即马市长要选总统，其实伊的标准搁要提较悬的。其实咱会当看到，伊提到是44.81%，这样悬哦。郭台铭、朱立伦加起来嘛无伊的多。咱来看一下这张图，44.81%，真正是真悬的这个支持度。郭台铭摕到偌济？27.73，朱立伦的17.9，周习伟6.02，3.54是张亚中。咱搁再来看，这是拄则咱讲的，这是国民党内底家己比。啊，若是讲到甲蔡英文比、甲郭文哲比，韩国瑜是赢偌济？47.7，啊，郭文哲是18，啊，蔡英文是15.8。咱搁看到郭台铭的部分，郭台铭伊是赢偌济？29.2%，郭文哲是14.6%，蔡英文是14.1%。过来看到朱立伦的部分，朱立伦伊是20.7%，啊，郭文哲18.8%，蔡英文是15.6%。这头前拢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赢，不过咱来看到啥人要赢，就是郭文哲赢啥？赢周习伟7.6%，蔡英文17.5%。过来看到张亚中4.5%，郭文哲是26.6%，蔡英文是17.7%。咱看到伫遮哦，蔡英文是拢是14甲17，遮伫遐这个趴数伫遮优异。咱就要来请教咱的谢文兄，你安怎看这回这个民调的数字？其实吼，咱为这个民调内底来看出来，就是讲，韩国瑜甲郭台铭因内底吼，就是民进党灌水的含量有偌大，吼，我相信这拢免好笑啦，无一个偌高啦吼。蔡英文甲赖清德咧选的时阵，嘛是共款，国民党嘛是共款灌水，但是咱来看讲对比的这个方式的时阵，你会看出讲，迄个数字为什么会走韩国瑜较悬？啊嘛是郭台铭较悬，这就是一个厝的人拢是犯难的人咧等电话嘛。你伫周伫遐等电话啦。相对的得到的结果，伊就会变这个结果出来。昨你看，吼，这个公告出来，民调公告出来，其他所有暗报啦，其他的网络的这民调，歹势，蔡英文拢较赢，70几%、80几%呢。这是毋是一个吼真好，会当得到事实？这个民调结果，我感觉讲吼，值得所有的政党甲学术专家应该爱来重新做一个检讨，
因为已经无实际啊。过来就是讲，即马国民党的这个民调机制，伊是用伫厝内底咧等电话。啊，关我屁事啊！对吧？恁兜咧选举啊，我就爱伫阮兜咧等电话咧听，无可能啦。所以讲，拢是为着家己政党的初选，啊，我才有可能伫厝咧等电话。无其他无可能。是。啊，所以伫这个民调内底，咱会当足趣味看到讲，民进党做嘛是安尼的结果，国民党咧做嘛是安尼结果。只是讲韩国瑜为什么会当遐尼济的这个民调的结果？就讲伊赢郭台铭遐尼济，甚至讲朱立伦当然啦朱立伦啦，啊甲其他遐就是已经陪选的，你就免讲啊。这个选举的内底有两个人讲出两句话，一个就是王金平，伊讲我应该爱退出这个奇怪的初选。是。第二个就是无退出的朱立伦，朱立伦嘛讲，这个选举奇奇怪怪。那么奇奇怪怪是伫咧倒位？恁当初咧设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时阵，应该大家互相爱提出嘛。游戏规则大家出来，咱照拍照行，安尼才有法度迄个说服力嘛。才袂讲选举头前未民调结果走出来，就其他的候选人讲我也无调，我有可能要来甲什么人夹。这拢是一个变态的这个选举结果，是，甲互对手会当来操弄的这个步数。所以咱这个志明，你敢有认同这个谢文兄这个讲法？其实讲到民调吼，伊原本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啦。咱无法度讲，逐个台湾的人拢去问，咱爱透过讲安尼抽样调查的这个方式去了解，讲反正是咱的分布意见分布是安怎。但是即马这个讲是民意调查这个电话民调吼，其实讲实在的，伊是一个机制是开放想要投票的人来投票。你只要接到电话，你只要想要影响这个结果的，你拢会使来参与。伊讲抽样甲抽3000，上少3000分啦。其实这无偌大呢。你只要有抽到吼，你就会当影响到这个结果啊。是。吼，咱30个，咱就1%，30个就1%。吼，咱看咱民调安尼，要影响真简单啦。所以讲，咱网络顶悬的少年朋友吼，咱若是有这个想法，也是讲咱粉丝哦，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你只要伫咧电话顶等。你就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投票，吼，你就当影响到这个选举。啊，说落来，咱若想较远的吼，一个是讲，头拄新闻兄讲的，我唔是这党的，我无要参与，我就袂去等。吼，我另外一种是，我唔是这党的，但是我希望选出来是一个较差的候选人。我挑的特别底下，我特别来甲伊等。是，吼，这就另外一种做法。其实这种做法是较无。是伊有伊的问题啦，但是你去比对吼，较早到即摆吼，我也想大家拢用全民调的方式，就是讲你若无全民调吼，无开放出来吼，大家会讲话啊，你你其他的机制，你无法度控制，因为全民调你无法度控制所有接到电话的人，但是你若是讲其他的方式，我就讲透过讲我的组织，透过我的人际网络去影响，所以那个迄都是更加无民主的做法。所以全民调伊反正有伊的问题，讲像即届国民党伊无用手机啊，无用手机啊的影响就是讲少年朋友可能较袂接到，但是若想要参加的人，其实你嘛是有法度啦。讲实在的，但是讲你若要用透过这个方式来选吼，是比较其他的方法，伊是较无争议的。所以用这个方法，我是会当理解。民调这个部分，咱小看过来讨论。不过咱现主席要来看讲，伫咧海外访问的这个蔡总统有恭喜到韩国瑜，咱来看一下这个伊访问的画面。当地友邦拼外交，蔡总统嘛关心着国内政局的发展。国民党总统初选结果出来啊，蔡总统向出线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来恭喜。首先要恭喜韩国瑜市长在初选中胜出啊！那我们不论我们的对手是谁，在2020的这场选举，我们一定全力以赴来争取最后的胜利。那么捍卫主权，让台湾走出去，让世界看得到台湾，这就是总统的工作。蔡总统对2020大选再度展现着信心。大选的主题是定调着捍卫台湾主权，要拍一场主权论述的选战。
蔡总统哦是讲恭喜韩国瑜，不过伊嘛讲哦，伊甲任务做好，2020年伊是有信心的哦。对着这，咱就要请教文基兄，你来看这回这个哪个力现主席已经办事已经出现啦，这个韩国瑜对着蔡英文，现主席是这个部长台面的，等下瓜问题的问题，咱小可再来讲。我是安尼想啦吼，我感觉讲蔡总统可能爱好好想啦。我讲伊的手路，我就讲实在啊，连伊对付这偌清德的迄个手路，对吧？这叫箭射出去，靶被移走，离2的距离是0吼。我讲伊的手路，咱就免加讲啊啦，因为伊就想要做，伊讲我就第一届做，我若连党内的初选拢无法度过。卖先卖讲后壁甲在野党小拼总统啊，迄足无民主的，所以我会使理解。但是我感觉讲伊甲韩国瑜讲一个恭喜，我嘛是甲肯定啦，就是讲上无伊有做一个总统的这个官道，过来就是讲哪个力的这个过来的这个竞争，我当然徛伫我即摆希望啦，是希望讲双边吼拢会发到真诶好好的提出一套讲伊真正对台湾的未来伊要安怎做。会使真正是讲咱他若方讲的讲迄个政策的牛肉吼，你真正有法度摕出来，因为嘛你做适当啊嘛吼。我感觉韩国瑜伊他咱咧讲讲伊对国情的方面，为啥伊爱用书面？我相信咱直接讲较白啦，因为我相信伊第一届接受市议会质询的时阵，坦白讲啦，伊可能有些人想讲较放较轻松，所以伊迄人讲者叫黄杰就白眼。我感觉讲伊即马对市情伊嘛愈来愈熟啊，所以伊一定有信心嘛，伊会讲我会使伫现场，我就直接甲你回答。但是对国情的部分，我坦白讲，即个物件伊关系到国家的这个未来，还是讲大政方针，就是咱即马讲的蔡英文总统即马去美国讲要卖22亿的美金的武器，但是其实伫国防部的报价贵200多亿哦，所以我感觉讲伊对这个物件伊用书面，代表的是说伊更较慎重，伊更较细意，伊在讲出去君无戏言，叫做君无戏言，对吧？吼，我感觉讲，所以伊较细意伫这个部分。讲一句话，就是讲伊爱讲会到，做会到，这个部分我感觉伊安尼做，我会使甲肯定。但是就讲伊过来，我他有讲的啊，他的国政顾问团，他要开始筹组，所以我感觉伫这个部分，我还是回来，不管哪个力将来是安怎，各位观众朋友，我甲大家报告，咱拢是共款伫这条船面顶，咱拢伫台湾，所以有当我感觉真的啦，若有法度回到真正所谓政策面，大家来讲，你的政策好还是歹？我感觉这较对台湾人民，较是真正有意义的代志。坦白讲啦，咱对于这哪个车爱规工爱搭来搭去，有啥真的连我都感觉足烦的。所以我感觉讲，若有法度的话啦吼，大家好好啊，就讲你的真正要爱政党政治是安怎，但是袂使像民进党哦，讲一套做一套哦。如果不当党产委员会，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啊，你要共动，佮要共吐，啊，然后讲你甲我做朋友。全世界无这款代志啦，所以好好啊做，我感觉讲，咱若是大家是真正为着台湾2300万人的这个幸福，我感觉这两党爱好好啊做，啊无我用柯文哲，你敢真正伊感觉真正真牛，无啦，我唔是安尼想。好，这书面的部分真正是一个肯定啦，因为讲这个定数啊，是讲接顺的时阵，其实有当时也唔是想出来就讲，因为这是牵涉到咱国家利益。甲外交，佮有政治规个这个氛围这个部分，咱搁要请教玉芳，就是讲现主席你要看这个办势，即马现主席哪个个这个候选人都差不多要出现啊，因要来做车拼，其实两党拢爱注意到什么？其实第一个你要做总统的时阵啊，你的国防、你的外交，吼，你的国际观，那国际你要甲。未来台湾2300人的未来要摕去倒位，要行去倒位，其实迄方针其实要很清楚。就是讲，蔡总统这几工头文其实有讲到，我们断交5国，不过其实台湾伫咧这几年来底，你看到的露出的层面其实越来越广。你看讲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其实都伫 WHA 的时候，突然开始为台湾讲话。哪讲你讲这只是讲话尔，然后咧，无你就要看出口。民进党伫蔡英文总统在出口的时候，其实你讲出口的年增率，2017年跟我们就讲跟马英九比就好了啦。2017年出口的增加率，2017年蔡英文是13.2%， 13.2，是马英九2011年是12.6%。那其实你讲，那农产品外销，其实农产品，因为韩国瑜就讲应该是感觉都是把他一直强调说中国吼。那
台湾敢若会当靠中国就会当赚钱嘛？无你讲出口，台湾其实这7年来是创新高，出口贸易是创新高。农产品其实农产品出口，那是中国一直也有在增加，它不是递减哦，它其实持续都在增加，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趴数嘛。啊，国加讲东南亚这边，个美国、英国，其实世界各国把风险都分散，其实出口量更大，农产品的出口是破20年来新高。是这个数字真正数字其实你是讲，那敢若台湾应该是讲，我们已经走出了不止中国的贸易对中国的出口，其实国较侪国家会当出口，唔惊讲中共哪一天说，我锁你，把你锁起来，不让你进来，那 MOU 不跟你签，那台湾的产品要去倒，你讲那个农产品的外销好了，凤梨跟香蕉跟农渔产品。农渔产品是现在到2018年已经出口54亿美元哦，54亿美元是真的是20年新高，而且是创全球前18名农渔产品哦。所以咱看到蔡政府这部分是真正袂歹啦。不过咱来讨论，等来就是讲哦，是这回初选，其实咱袂记你一个人。咱头拄仔讨论是拿是这个韩国瑜嘛，这个蔡英文，咱要来讨论就是这个郭台铭的部分。其实伊伫这回参选内底，伊用到90天的时间，要去用到伊这个红海较早这个花水的建党的这个力量，要来做总统，要来参选总统。咱来看一下伊昨哦，伊拢发声明，尾仔伫暗时的时阵有一段影片，咱来看伊安怎讲。我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永不改变。我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伫初选时，前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发布影片感性的破文，伊讲有真侪人问讲，是毋是输了初选就会对参加政治后悔？因讲人生是无后悔的话，就要对家己的选择负责。话中并无明确的讲伊未来的方向。就郭台铭的幕僚伫咧16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阵是讲，郭台铭即马是未发动参选。大家都关心的是他会不会出来参选呢？不会啦，现在没有这个事情啦。我觉得短期内应该不会吧。所以他心里还是有其他的想法嘛，要先沉淀嘛，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说，董事长需要想一想他的这个什么，就是说接下来的安排啊。郭台铭自商场霸主转战到政治，第一遍就输，后一步是不是要继续行完这段选总统的路？伊的动向是决定2020总统大选哪军是不是让正确成功。顶多是前台北县长周世伟就提醒讲，若是有人要脱党参选，就是国民党的罪人。要脱党来参选，甚至辅选的话，就会让这次的国民党甚至蓝军造成败选，所以他当然是国民党的罪人。我认为郭台铭，我认为朱立伦。甚至我认为王金平都应该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民意的结果。周世伟呼吁大家爱接受民调的结果，就一直伫咧边仔关键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伫 FB 破文，讲对人事物拢爱抱一着正甲敬的态度，才能做出上好的决策判断，或在创造伊心爱的地方。伊也讲，放弃只有一句话，严过成功是需要一世人的坚持。这句话是替家己加油，也是替郭台铭加油，互大家家己去想。记者综合报道。到底郭台铭的脱党参选无？伊昨这个面册影片是无讲啦，不过这个趋势安怎看？是不是呀？第一吼，郭台铭伊这个参选的起手式吼，起手势吼，足歹，足歹，安怎讲？第一，伊讲吼，这个妈祖吼脱网吼，其实吼妈祖。袂认为讲伊讲这个话来责怪伊，但是吼，郭台铭伊古早拢是拜关圣帝君的，雄雄去请妈祖出来说关圣帝君的袂爽，还有理哦。第二就是吼，郭台铭伊无爱签这个脱党的这个人数，是吼，所以这是一个互人的感觉。第三就是伊甲上尾一两天的时阵，伊竟然有法度讲也要和这个郭文特合作的话，等拜一了后再讲。是，你讲这个意思，就是咧人讲人事底下是毋是有谈过？拢巧好啊。所以或许，
有一寡票要管好伊的票，伊到迄天全部拢揪手，这是免怀疑，免怀疑讲韩国瑜为什么会当摕到44.8？第4点，就是讲伊是一个国际的这个生理人，但是伊做国际的生理人，又有国际的事业，伊咧选咱台湾的这个总统，伊应该是爱讲，台湾我看到的问题，目前是什么物件？我伫国际，不管是伫中国大陆、伫美国、伫欧洲、伫任何国家，我看到即马目前台湾咱有法度的竞争力是啥？咱无法度甲人比拼的是啥？我5年内底、10年内底。我互我的囡仔，互我的下一代有对台湾有一个寄望，安尼来带领咱的选民迄个心，伊才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是，伊才有法度带人行，带人心行。但是伊毋是啊，伊一开始就新竹牌啊后壁徛几啊个，马英九啦，郝龙斌啦，这新竹牌拢徛在后壁，就是因为这新竹牌啊来拖累着伊无法度用国际迄个候选人的立场来参选，伊今仔日才会得到这款的结果。是，所以伊较早就是讲，伊拍这个美国牌嘛，伊甲美国总统 Trump 有见过面。啊，其实伊会当好好来运用即寡牌，啊，伊搁伫中国其实有伊的影响力伫咧。毋过你现主席有讲着伊即寡牌拢失效啊。因为伊家己无拍，伊出场势就无好啊，都毋对啊。第一，你哪会是互人感觉讲，你一定后壁就是有古早的这个总统。这个古早的总统是拿蔡英文助选的人诶，当初也无马英九执政，伊的民调遐歹，蔡英文有法度秋风扫落地，互国民党遮尔济色的这个立委拢落选吗？相对的啦，即马蔡英文嘛是做了无好啦。真正蔡英文做了无好，甲出一个国回来，伊的民调就会遮好吗？我嘛唔相信啦。是。咱头先嘛有讲到这个民调这个部分啦，咱等下会搁继续讲，因为这个郭文德其实嘛有这个回应。不过咱要搁请教志明哦，就是讲这回郭台铭，你安怎看伊这个选举的这个部分？不管是韩国瑜还是郭台铭吼，我感觉因两个拢凸显了国民党一个正大的问题，拢唔是国民党栽培的人才，拢是非典型啊，拢非典型，一个是。离开15年一个是外口感觉算金主啦吼。而且这两个是在初选内底上悬的两个，其他像咱的朱立伦伊嘛无得到遐悬的票。所以讲国民党伊内部有一个组织上，我感觉是正大的问题。而且不管是郭台铭也是韩国瑜也因拢会面对着一件代志，就是讲，那说来我人事安排要安怎安排？咱即马。韩国瑜讲伊要选啦，伊想讲我要党主席，我是不是应该来操作规个党的机器？是。咱的吴主席就讲不要紧，我请假3个月，请假操作，互你来操作安尼。但是这中间有正大的问题啊！你人事安排落去了后，你敢有讲有法抽转来？你规个人落去，你敢有法度抽转来？你即摆看头的人，这个人唔是你原本咱栽培的人，你敢会当信任？国民党伊行到这的时阵，其实是一个正大的问题哦。而且郭台铭嘛是同款，伊会当甲你讲，我不爱签，我共款参加你的初选，对，你等于讲你一个党的威信拢无去啊，安尼我你选，选无我要讲我反正要搁外口去找人来斗，我要搁来选一场，这嘛会使，你无法度啊，你也无提伊无法度啊。因为你顶回这个都换注这个风波嘛，对，大家会惊讲国民党是不是会搬这个戏？就是你一个初选不到尾啊，互人感觉讲国民党规个就乱的啦。就乱啊！而且你就刚讲你是真正初选出来，你反射你尾啊，若讲出现问题，我要甲你换掉，嘛是换掉。是，所以这场我到这我看是该搁看者。是，所以而且你看韩国瑜即马对施政，伊无法度提出伊完整的说法吼，这时阵嘛是正大的问题。你相对他的对手蔡英文，伊咧讲代志是，因为伊现任，伊要讲啥，伊拢有伊完整的说明，甲有伊实际的迄个成绩。但我讲，韩国瑜伊即马伫咧高雄，伊的市政又讲嘛袂清楚，未来新的这位要做总统的，伊的方向咧度，伊嘛即马无一个完整。但对比起来，伊较是较大的问题。支持9·2共识。不过咱搁当来讨论到这个志明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国民党现主席啊，这个吴主席伊讲要甲这个位让予伊3个月，这敢有可能？
我这个部分我是认同志明的讲法啦，因为你3个月你人采好，如果开始就拢也未烧，这个我觉得技术上确实有一个困难。国民党确实啦吼，因为我即摆是前发言人，但是我讲国民党家己爱检讨的物件，咱坦白讲有啦。你讲不管是什么两岸政策，他若方讲的这9·2共识，你到底有法度做一个民意的这个市场区隔，有没有与时俱进的一个论述？我感觉这是国民党真的爱去想。为现在较少人大家拢讲，拢也袂爽到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为什么这么多的买办集团？这是国民党家己爱去检讨的。但是你讲这届搁要讲换注，我甲你讲，国民党无这个才调啦，伊嘛唔敢啦。第一摆安尼，我讲第一摆伊安尼就稳死的。我甲你讲，真的连想就免想。啊，但是志明头讲就讲蔡英文有一寡好的政策，我讲坦白讲啦，1124我头一定讲过啊。你讲。伫迄个川菜通话，迄通电话500万美金，我头一定讲武器，连俄罗斯的独立报拢讲，咱大家拢咧卖人，大家拢不爱武器。我讲有些钱毋是安尼开的啦吼。讲话佫讲转来，我讲郭台铭，坦白讲啦，我感觉伊嘛无简单啦。你讲90天啦。我感觉对伊来讲啦，咱讲过程比结果较重要啦。伊有一寡心情的起伏、人性，包含果冻小编第一时间说我无法度接受，我讲这人性的法度。但是郭台铭讲的什么科富人税、AI 大互联网，我感觉他有举出了一些国家应该爱发展的方向，所以。韩国瑜伊开始爱去参考，上尾我想讲爱讲一下，因为民进党的讲法，我常常都讲吼，因为我插政治，所以我记得太多的数据跟这样。之前会跟你讲韩国瑜讲 MOU 迄拢无效啦，但是即摆你看因拢咧讲 MOU 呢，讲外交拄外交，我一直甲大家讲，美国若是要真正对台湾好。伊就免讲啊，别个国家无甲台湾袂使断交啦，你就先甲台湾建交。你美国就是，我就讲定了，查甫朋友甲查甫朋友做伙，你莫听讲我爱你，你要看伊做啥。我一直定讲，这较毋只重点，若是真正民进党才有叫嚣的话，我甲大家报告哦。台湾的中小企啊，咱逐年对阿拉亚迄边阿拉亚这太对对中国大陆来讲，咱逐年人赚800亿美金哦，咱有4成拢对遐，所以我讲有一寡代志吼，咱来垫家己的斤两，讲我毋是讲咱中国人，咱2300人的尊严，咱一定爱顾掉，但是你一定爱很务实。为什么我常常讲，你即马来讲，阿扁也讲的一句话上好啦，你问问人民的感受嘛，你即马到底有过比以前较好无？笨蛋，问题就在经济，所以我感觉讲咱讲这，我还是要强调最后就是讲，咱大家是伫共一条船里，是命运共同体，一起努力啊！伫共一条船啊！不过现主是咱国际这个情势，咱捌看到中国甲美国是贸易战，虽然即摆是休兵，不过战争是战到尾这个部分的时阵，台湾其实是徛伫这个情势是有影真好。啊，台湾咧看即阵是这个台商豆豆咧回流，其实你讲这个中国。是毋是一定爱挖中国？其实挖这个外国媒体，也是讲这个美国这个情势，咱会当来看。啊，佮看到个即回哦，外国媒体安怎看咱即摆这个初选？美联社拄则有讲哦，国民党选出一个亲中民粹的这个市长 ，Pro China Populist Mayor 作为候选人。日本日经这个新闻安讲。因为有受到这个反送中这个影响，所以咧，真侪台湾人是烦恼讲，这若是两岸统一的话，这北京对台湾的这个立场会较强较硬呢。日本 NHK 是安怎讲？韩国瑜若会当摆脱掉这个字吼，咱就莫讲出来。不过，就是讲代志参选这个部分，伊的这个骂名，若是会当得到支持，一定是这个国民党党内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彭博伊是安怎讲？伊讲哦。韩国瑜有伊亲民这个特质，不过咧，伊这个亲中、这个民粹的这个部分，其实佮有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在拢显示着对着台湾社会有淡薄仔这个忧虑存在哦。啊，佮有伫伊两岸立场的这个部分。啊，其实咱讲等下这个外国媒体看呢，其实咱嘛有讲到国际情势。啊，对着这个国际情势，你这个答案是毋是得分，也是失分？所以这个。部分是真正重要，所以咱要请教新闻兄，外国媒体已经看到这个亲中甲亲美这款立场，蔡英文甲韩国瑜其实伊嘛是徛伫这两个这个势力的中间，你怎看？台湾人的悲哀啊！台湾人悲哀就是吼，我无法度，我大家拢在讲啊，我台湾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但是我吼国民党泛蓝的这边就是爱看阿拉的面色。啊，反对的这边就是讲啊，我著看甲日本较好咧，我甲美国人较好咧，吼，我用美国人吼啊来抵制中国大陆，
啊，我就要抵制中国大陆，敢若过境美国，我就爱开22亿的美金啊！大家迄自由时报看做大片，讲迄习近平吼走去北韩，好10万人去来开4亿5千万的代表，叫10万人去来欢迎。请问，咱敢若过境美国，爱开22亿，去买遐歹当旧车。武器专家随提出来讲，我摕买回来这个武器，即马新的这个飞弹拍落探过，会当探过10台啦。我请问啦，咱是买迄款武器要创啊？对咱无帮助嘛。今仔日如果讲好，美国人你也愿意要来照顾台湾，认为讲台湾这个作战的地位非常的重要，那么你要支持我，你要支持我其他的国家来签这个 FTA 啊，对不？你哪会当讲我爱来你买武器，你才要来互我过境，我安尼带2枚上飞啊，对不？这对咱台湾人拢非常的无公平。我都补充一下，我讲吼，咱目前台湾出口农业也是讲所有的产品出口。是这20年以来上好的，我请问，这是数据还是百姓的感受？好，比如讲是农业农产品伊出口去，我认为讲有一个观点真好，咱爱建立其他国家袂当完全靠中国大陆的市场，中国大陆的市场要来咱订咱就死啊，所以咱爱去建立这市场无毋对，但是台湾的农民为什么无感受到？这就是有原因的对，原因是啥物？就是讲，即马富农，就是讲我去做大塘规片土地的这款企业次农，伊食掉我的小农的这生理。是。所以台湾这农民基层的农民，伊无感受到讲你政府有法度出口去啊，迄是你政府独立特定少数人的这农企，伊去得到这利益尔。所以百姓你袂当用这款数据，你会讲数据就等于甲。马英九当初无啥物无共款啊，所以这个基层的人民的心声，这个蔡政府一定嘛爱听到啦。不过咱来看到这个台湾哦，其实伫咧美国这个台湾关系法也好，也是这个旅行法等等，其实拢会当看到有进展啦。这是甲过去真正是一个大的这个进展啦。不过有肯定，嘛有批评，咱要哪看咧？其实咱真正爱徛伫讲这个台湾的未来是安怎看？遐玉芳有要补充下。头拄啊，咱硕文哥其实有讲到讲数字对，因为政府定拢讲数字啊，当然安怎做，互人民有感受，安怎做，不管是农民、渔民，甚至年轻朋友，其实一步步都在走啦。你讲就像小农，因为有些是大的契作啊，有的是小农啊。小农我们安怎去给伊帮助？讲伊的出口，因为小农你真的说要把它整个出口，其实不太可能。不过咱要安怎收伊的物件，互伊好价。这其实政府拢在做尤其是讲拄着像前阵子南部下大雨、淹大水，政府底下讲，我们安怎给伊补助，要安怎做该补，还有一些像稻米现在是大作嘛，稻米大作。价格比较低，农委会就开始拟定说，那我们要安怎收啊，再给该好给，因为政府会先收，这些东西咱来继续做，做到让人民更有感的部分。有感觉有感觉你讲，年轻朋友这一块，年轻朋友我们就让减税的部分，那其实让减税，让大家减税，其实就在少年人拢。在讲这个伊本来进前旧年在缴税的时阵，好像是1-2万、2-3万差不多，这个差不多剩6000块。对于来讲，就是他还是可以稍微多少减一点，然后他还可以存款，让他自己生活上面更便利嘛。是，这是蔡政府的政绩啦。都还在走啦。你讲，刚刚大家有讲到说卖这个武器啊，然后只能买其实，在国际上面，我嘛想讲。我们一定都一致性是希望说台湾能够独立，台湾能够成为一个国际认可的一个正常化的国家。那当然，你讲正常化的国家，敢若阮用话你喊一下我们都喊拢会使。不过其实讲你话出去的时阵，有人甲你赞声无？有人会当甲你相听无？那这都是你必须要结盟，人家结都更多盟。那其实最大的敌人，其实中国对我们的侵略跟打压。从国际上面来看，
其实都有，一直都有，包含有一个，你不要说我们好像故意把中国都撇掉，故意把它列成敌人。总统每一任的总统4年要出一次国政白皮书，包含马英九总统也有出过，来内容有下，台湾唯一的敌人是谁？中国。每一任都有写哦，4年哦，所以国民党卖公公啊，我们不可以把中国当做敌人。其实我刚刚讲，哎，大家都好，不过敌人确实就是亲门打吼，给你就是发展任何的组织，包含打压你在国际上都发言，就是不让你发言或者打压你，不让你参与各个民航组织啊这些等等。那这些，然后在境内也发展了，包括你说红媒的入侵啊，你讲发展任何的组织，其实台湾要保护咱家己的时阵，第一个。国防我们要先自己够强，你没有武器，你没有够强的武力的时候，你凭什么叫别人来帮你？叫别人来。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刚刚讲，这是我们一层层的国防的一个组起来，你必须要保护自己啊。你讲歹势啦，我讲实在啦吼，咱是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吼。我讲有当这个人要选总统，你若是选中华民国总统，这尔啊艰苦坐过，你就莫选。我中华民国，你讲一直讲台湾，伊去甲高大讲28摆台湾，伊都无讲伊是中华民国。是，重点我甲回应若芳一件代志，台农发陈吉仲的那个赔掉了股本1/3，伊讲啊，我唔是为着我袂使甲农民，伊到底替台湾的农民做什么代志？无好笑呢，这是民进党政府爱面对，就是寿文他讲的，这是真真正正足残酷的真相。是，不过讲到转来哦，这回咱要来看，其实对着。咱讲，若芳讲到这个中国是敌人是，这个报告书内底有写到。不过咱要来看到中国这个部分，真正是这个台湾的立场要徛好啦。中华民国也好，台湾也好，这个立场要徛好。咱就来看讲，这个到底要参选的这个月才去这个中国上海参加这个论坛的这郭文迪，伊会知是安怎讲的？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总统大选，外界开始关心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后一步。前一天才讲要开始认真想，郭文哲伫咧早起是讲，这不是一天就会当想出来。这个这么困难的题目，哪里是一天可以想出来的？反正两党的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嘛，那这也是要思考题目，说台湾今天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了嘛？那所以。不过这样的解放不一定要是我们自己去解。郭文哲讲，有当时会嫌讲台湾乃行到今仔日这个局面，所以不管是总统蔡英文，也是高雄市长韩国瑜，拢应该互伊有机会说明一下，要安怎互台湾将来变势更加好。除了关山哪里的发展，郭文哲也互人点名讲，有可能甲郭台铭、宋楚瑜或者是吴国昌等人搭配参选。当你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那么现在这个烂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也是。以前我们当医生也是这样啊，哦，当然车祸进来，我们能救尽量救，不能救，该截肢的截肢，有时候也没办法。郭文哲虽然并无讲是不是要参选，不过民进党市议会党团已经讲要冻结马尼多的新增预算。法令是没有限制的，说他不能代职参选。主将不在，台北市政如何去运作？那这个当然对于预算的部分，我们就会稍微做一些处理。就算我自己选上了要换市长，也是明年8月20号以后。所以那个我的态度了哈，预算照审照办才是正事嘛。到底是不是要选总统？郭文哲无讲，不过伊是继续的看目前的局势来叠家己的政治算盘。记者综合报道。到底台北市长柯文哲有要选无？伊的这个回答是真正暧昧啦。志明你安怎看？头拄啊，咱的吴大哥嘛讲吼，咱爱用一个同一个标准来检验嘛吼，咱安怎检验咱的韩国瑜，咱嘛都要来检验咱柯文哲同款的标准。你有要代职参选无？啊，你的两岸政策，你的国家政策是啥？你有法度讲互详细无？唔通安尼讲到议题安尼，敢若生者安尼，敢若就有意见啊。但是要讲要具体要安怎做，讲袂出来。是，这是我感觉咱说来，伊若要参选，伊爱讲互详细所在，因为真济，伊即摆咧回答问题，拢是讲我是一个市长的身份，啊。咱的民众咧讲啊，就是市长讲安尼正常啊。你讲两岸一家亲，我一个直辖市长，我也无要插总统的代志。我两岸一家亲，我国际间每一个市都是我的朋友，这那唔对。我感觉这个说法，在他这个身份哦是会使，但是你若要选总统，你若要做总统，你这个身份是代表一个国家。你对于咱对中国的
关系你是要安怎，你是要安怎做，你要讲个详细啊，袂使讲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阵，你是一个敢若讲友好啊，但是你要面对讲中国打击我们的时候，你无对策，安尼无法度啦。是对着这个中国问题啊，较早这个玉峰哦，嘛是咱台北市的这个议员，你安怎看这郭文迪这回，若要真正选的话，这个议会已经要甲冻结预算啊哦。而且我感觉讲，做一个市长，头有讲，做一个市长甲做一个总统，其实阶级它是不一样的。旁无关，旁无还无共款呐。啊，你伫咧市政的时阵，大家会伫咧问讲啊，那你大巨蛋后续要怎么办？伊就这物件都可以被拿出来检验，包括讲伊进前伊就讲啊，民进党是说谎成性，无，今仔日网络就这些少年朋友拢整理出来，你的 A、B 讲稿去哪里了啊？哈，啊，你的大巨蛋弊案变五大案，五大案之后变远雄盖完嘛。那其实伊就这问题，拢是要互人受检验的，所以我刚刚讲，那个柯文哲市长啊，未来其实不要只有酸而已，其实你对中国的态度，你要安怎讲，你要安怎做，啊，你有就这等着大家去检视，等着大家去标准，拢赶快一样啦，都一样。咱拢爱好啊，拍拼，啊无看文就伊就是咧等咱两间咯，表现了无好，看这个徛关山看马上啦，对啦，伊就是安尼啊，就看安尼。所以今日真正非常感谢秀来宾，感谢。